转来的啦，啊！老街条细妹搞到安样，请你有办法听听啊！我讲过咧，我冇合适。莫认我做唔错事情哦。重点是，你还冇按用教学生的就好啊。你唔本自家一只机会，也本街条细妹一只机会啊。我个想一下。係教練嚟，我知。教練用不來啊！教練，教練，教練。媽，看望甲看，走啦！好啊，走。大家，教練我做埋得 M M 咯，係我唔得掂。媽，教練，哥哥，前世啊！这些同意书你们看一看，如果没有问题，这次的放假就带回去给家长签名。回来我们就要移到去新加坡了。Any question？ 没有，没有。好，没有就东西收好，开始训练。准备，走！教练，我不要离开。为什么他们可以晋级，我却不行？不要陪审。你们不是说只要我听你们的话，乖乖吃药，就可以去新加坡吗？问题是，你吃了药之后还是跟不上的。回去打联赛吧，那里比较适合你。我都已经抛下他们了，我怎么可能还回去？我为了你们，我什么都放弃了。我拜托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不要再闹了！哎，就去。开了。还是你可以再开更多的药给我，拜托。
我的表现一定可以起来的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哦。阿纳斯，哎，再一次啊！我会成。你帮我跟家人说好不好？你不是会说日文吗？你帮我跟家人说好不好？客气。喂，不要再让我把话讲得更难听了。喂，出去。喂，帰れ！二度と俺に顔見せんな。喂，帰れ！罗贝森，回去。回去！再一次啊！喂，再低一点。Peter，唔好留未來都有啲嘅種蔬菜，而且唔係單上籃球天天啊，咁留下來，本世界有許多嘅可能。又係切咒術片，你的隱神槍純咒術片。上帝把你右邊的門都關起來了嗎 OK，对吧？加油！来哦，不用走。加油啦，加了也沒有用啊。陈总， OK，来啊，做點啊？让陈总，哎，張雅琪，你給。加油加油！再一次，Go。陈总，来哦，本校近日接到通知，检调单位有意重启多年以前本校篮球队员暴毙的事件。本人在此郑重声明，好，本校对于篮球训练向来有严格的规范。暴毙事件纯属当年任职的范江凤军教练操练不当，与本校同仁一概无关。但是最近呢，我们又听说他跑去南翔高中任职女篮队的教练。聘请这种有训练不当前科的教练，简直是罔顾学生的权益。本人在此严厉谴责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。用爱呢，太龙天家就唔會教人啊！他接到天花，太龍天打電話嚟講，叫佢撤銷合作提案呢。麥雞啊！都帶到佢上馬街，也祖馬喺馬沙死嘅都喊參出來，你很緊張你做嘛？唔過出去比賽咧，人哋五男隊是有教練啊。哎呀，教練冇唔錯啊，馬沙都做得，唔係記。高中學校是有太龍田嘅站處，唔過行較重要嘅係，人哋五男隊是有麥嘅。哦，是啊，咪講啲呀，講呀，喺個做馬過啦，我攞佢講，喺度做。高中，
高总，注音。来，慢看。范江锋军教练，很抱歉，是我们主任哦头就有状况，哦把你请回来，你知道吧？哎，现在发生了这个事情哦，哎，这一次你必须离开。高总，注音。歹势哦。内底，佛讲迄件事情还望调查好以前，我无应该搁代记着。唔系，应该讲，发生迄种事情，但根本一些人都无应该搁搞球咧。注意，高总。内底爱唔系按重要诶，唔系一天爱爱张做的。毋过抢存一张嘢就会必须咧，一条细妹会真嘅无时间搁适应新嘅教练咧。但将本爱代替亲民一张嘢就好咧，记着真紧爱专心准备比赛咧。那老师让讲。都迄唔知啊，夹到张魔法都专心比赛。今年的事情哦，没做规则学搞太假哦，会别下个哦。高总，你就做唔得安尼啦！佛公这件事情，宋爸唔会吵高嘞。做乜解啊？莫人讲做得入来，注意。教练。哎，毛小英离开啊！哦，人家就讲，迄太量加到冇去搞的哦，冇加到资源哦，用个大鱼啊！资源做会够请吗？你就讲差唔错。哎，搞讲唔对，要只球水，轻重要嘅3件事情，係乜解？团结、夫妻、夫穷。崔总，带睇下行李。行李。什么高中，什么注音？行李。什么高中，什么注音？什么高中？什么注音？高总，我本来也要议费，我会做啲高球，我会做啲这几条，当然白球。厉害，高总，阮教练则议费啦。注意，我会做啲高球，我会做啲这几条，当然白球。注意，老下，迄头高中球情好冇？注意，我做啲高球，注意。
伫遐做嘛？教练，高中某一本伫好到出现，今日演出的练球就无问题啊。教练，唔通来讲哦，唔是说，甲演大本主任老去讨论过咧，除了教练唔给命，下主任给命，韩国你还这么要教因打球啊？也迄深厚嘅方法咧，那妹妹讲哦，其实得老演天数，请重提练习。错啊，教练。韩国硬把硬妹欺骗，硬讲记着，就没发现嘞。唔看王贤、阿允还有罗皮珍，大家调摆都做唔错事情。唔过啊，啲篮球嘅事件度唔犯罪而从哦，一下吹风场踢300，然后防我嘅事情係踢400，唔轉來，大家強下三嘛，莫個做唔錯事情，強下單啲把球，唔對個好唔好？你也较按咁讲哦。教练，俺绝对唔会讲迄种跳摆这种戆事情的啊，也会使用你啊。教练，俺妹唔会凊彩放弃的。妈，教练，拜托啊！我练球，啊球的嘞。来啦！挨落，挨落，挨落！教练，教练。罗皮珍，你转来了，等一下我会靠唱校歌哦。好。不是啊，就上次做那火山爆发，就有一点。好记，应该是要加。连 Q。好。哎，好记，皮珍好记，迄篇无爱大发吧咧。计好记迄上个转来大联赛无？没当讲日本人先到嘞，日本人先到给你，那有可能转来大马甲联赛啊？哎呦，你就莫团的啦，咱搞迄问题就好了啊。我嘛该问，彼此敢唔会讲哦？迄讲出在上爱转来，应该唔有大兵。佢转来，咱唔免喊卡有机会啊。毋还记得毋调摆老妹伫用品练球，挨大摆爱转毋着转去，毋总会挨伫好高某杯四家去牵的。正经到9点，暑假咧，总感念你比好高。因去演假勇士，正经栋楼练球。要请后代替用品。
毋伫遐迄马介吗？毋对，大摆我要转去练球，大摆拄叫。哎哟，阿爸当奇怪诶，怎么个老人叫他用嗰个卫生纸梳起来呢？莫你讲迄毋对个。我大摆看毋到按工区，我拄当上老查的持家4转衣服卡。毋过有伫毋对迄暗中去打篮球，我就想毋对有韩梦风去，我用做这前锋去。鼓手大摆毋对叫体，你比好教，我就买老茶的停伫鲁顺，切甲叫体张转。每个高声高晓，我要上来动作，我动晓费本就去打篮球。毋过我行较强，毋着莫快乐。阿爸唱爱毋欢喜，况且迄做毋中意，还阁上爱做嘅事情，我都会支持你。遐味有卫生纸。哦哟，我无爱啊。之前马该对我讲，就离开球村，本毋对。迄个毋错，毋过我真影响去打联赛。哦。鸟的哪按都哪按小，按好加高呢。地震。嗨。毋对，我去哪边啊？来做嘛？来。出来看一下。哦。俺先聊聊。哎。运动诶。之前我退出无讲，要下我打联赛嘞，毋对，试上赢听听。你喜欢怎样打球？做点无？若迄毋是运动诶，又转来。毋过若人讲，因球村毋迄使用所。毋迄人讲想爱打出打，讲无爱打出只有摕个素材。安尼不一定，要不然迄真个需要留下来。
星星，脚踩进来啊！我跟这个挡。哎 ，nice。哎 ，Steven 啊，去甲打。好，对，开始。Hello， 我係今晡來報道的羅皮鎮。今日請來清水總，我想去教你籃球吹。你說啊？睇個排勢。之前無老太家講出離開球水，我一次老到打球就會讓長輩歡喜。唔過離開南鄉故鄉，我長大，無處有大人咩唔會快樂。我想去老太家鄉下打球。看當年8球，所以本來轉來無？妹。哎。排勢，我這一定係做唔錯嘞。其實我真係叫他起無站給你，拜託唔掉本來轉來，我這件東西要唔掉。This is 羅皮鎮，老人好交通3面線，大家好好強下，做對冇？教練，我轉來，做對啊？唔過人球吹要跪天，自家嚟吹愛發照片。好點點離開，把這個球從100球。奶奶啊！看乜解？笑啊！我以為笑哦。哎，救命！海飛啊！等你鬧啊！我救命啊！羅皮鎮，叫！右打，我进，你进。来， OK 哦。蔡巧云，你做乜嘅？在啲水木。好風咧，好風咧啊！太公馬哦。
何必人？那样诶，喏，教练。留下来。哦哟，迄蔡巧云讲的够诶。来。转来练球，很适应嘛？教练歹势，我应该通唔给罚。无乜人应该通乜人嘅花。这样是，我本法吧写唔到咧。迄个日本第一年就本球团再开到咧，唔咩啲，我又是止痛药。结果运动表现根本无办法留条摆强用，球水就留来复体咧。转来过后，我一直伫想，敢迄个含拉强，还是我运势唔好，故说。我就带等学生的训练，想要用学生的成绩证明来当强。后来个事情没伫啊，好的，读到唔对。啊，还有一件事情，你有没有教练？我刚刚真的没有换，我刚。啊，你怎么会讲啊？然后的。真的不是我，刚刚真的不是我画的教练，我不要。来。迄讲有对手去研究唔到直接赛嘅打法啊，就会伫喺南向枪有1000空一铺。故说呢，我按唔到，老我一下讲嘅战术练好来，来，看影片。沙下來嘅菜蛋、泡菜、麻辣、沙茶，懵戇戇嘅啊！教練，你做的食面的冇？食乜嘅面？先練球。慢來，慢來。各位水人，還記得冇？接下來按體重就會對到3連8嘅用品。體重比賽就會對到阿田教練條擺帶嘅太負。一樣水都懂麻煩哦，大家加油啊！啊，还有乜嘅問題冇？冇。注意。古说我上摆就讲的，俺唔是硬兵，哦，请你老兵后背记床，真有机会打你8球。不过，俺最后永远唔会按上。因当然我本用品好款啊。天包用品。走，天包用品，天猫用品，天包用品，天包用品，天包用品。
讲什么？接下来先做一个同时哦。来，那这个这样过来。3，它可以下走，上档。2S1，它可以这个档，这个下。我看你摆。你来啦，难得主动约我，什么事情？这什么？我今天是来告诉你当年事情的真相。陈毅是我见过最认真、自我要求最高的高中球员。我一直以为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一定会很安全，但我不知道，原来他有在吃止痛药。那一天我们练得比较晚，他说再投10颗就要回家了，结果投不到一半，人就倒下，没有呼吸了。陈毅妈妈，对不起，那一天是我留下来陪他练球。他倒下的时候，我就在他身边。是我跟学校一起说谎，是我没有告诉你真相。但如果我早一点知道那个止痛药是有副作用的，我一定不会让他吃。但是我还是会陪他练球，因为他打球的时候真的很开心。这几年我经常都在想，如果这一切可以重来的话，我会不会像当时一样，还是这样陪他拼命的练？我记得陈毅跟我说过，他真的很希望可以让你看到他打全国联赛，看到他拿冠军，让你以他为荣。这算什么？这到底算什么？我一点都不在乎，我只要陈毅回来。你可以把今天录制的内容交给检校单位。陈毅妈妈，我也好希望陈毅可以回来，但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努力记得他打球时候很快乐的样子。
或者講89對51。驚嘛該？聽講你厝要拄倒嘞，看毛付啊？唔驚。咩？唔驚麼？有嘛較好驚誒。唔對嘞。唔驚，唔驚。路邊陣嘞，無送去，下都寫照了。佢聽說你啲嘅騙假杯嘞。唔嘞，唔驚麼？这么晚还在练啊？每天都要把还没做完的做完。我跟你讲，预赛你不用每场都上，你要保留体力对付太湖。太湖高手很多，不好对付。教练，对南湘的比赛，我想上整场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子对他比较公平。把场馆收一收。李真，教练，聽講今日做唔得入去，終於要帶唔到入去。哪會教練？哪會做唔得落？除咗球員、老教練，其他人做唔得入場。我唔係名單上嘅教練，佢說我做唔得入去。我驚大家會緊張，就冇講咧。比賽就搞本唔咧，我要好好帶點大家，冇我驚咧，點冇？對，教練。聽講啲用品一天要留唔等死，還用咁多呀？想辦法破壞風俗。第一節一天要熬死用品，第二種無觀眾嘅情形啊，係講場面冇控制好，就當然叫到轉來咧，對冇？對，教練。單打哦。真勁哦，教練。係，來，恐怖哦。哎，容易吃飯去。哎，哦，無業，潛死啊！恐怖啊！我走，我走。你還說用誒？冇用呀。好，繼續。啊，走吧。哎，被騙！好等，讀到唔到。晚上開始上，帶人去俾英語，係嘛解？聽人講嘅，我快樂打球啊！快樂打球，我係天快空講嘅，講嚟講嘅。
唔错啊。现在经过很多事情，现在这里想，过到大学嘛该。就欢欢喜喜，莫老师样可能暗藏。还本来还有想，不过还没得想，用这牛球，东向书做强吹的感觉，但你无时间讲其他咯，很唔错呀。没黑啦，不过所有运动会当去做，大球会暗的。亲密兄弟，网测轻松重要的，就用到四个了解快乐的物解，韩国的提炼了完全的完成，冇半夜着太硬，比到四个的成就，冇半夜想清楚，就会自然着讲，物解一生只有一次啊，然后着踏实的，别到班上死。太做人衰，哪一只比赛一生只有一次？就像人家哈发现，爱嘅快乐，就喺老太家强下打球，弄好啊！四家弟，四家上爱物解。四家，你四家的先车估计就好了啊。为人，使用起来都好看啊！啊，那你怎么想？